有寡服务业去中国真正有一个好处，啊，伊会变大好业啦。但是咱台湾做一个服务业，中国服务业会少，因为呢，宁夏、甘肃、陕西、贵州，中国的产业性的服务业，哦，伊主要来咱台湾设一间分公司、子公司，咱即摆台湾的公司法已经唔免资本业，一个人会当设一个公司，伊主要来接无偌济钱设一个分公司、子公司，伊就跨国性。变做跨国性的风险的吼，伊会当对中国因专家甲管理人员入去台湾，进呢，敢若日本企业、美国企业伫台湾的服务业，因为语言袂通，去请中国的专家来替美国人做伫台湾的，就是日本企业甲美国企业顶的吼，因为语言袂通，所以请中国人来台湾做的，近一年的吼，18万到9万左右。拢是白领人士。你若互中国服务业过来，伊当然请家己的中国人的白领人士。咱台湾省呢，已经用这个叫做自由经济示范区，要离高雄要讨论来吼，要开始做。引进中国的白领进来，引进中国白领的人士的家属进来。啊，入来呢吼，伊这木马屠城，啥木马屠城呢？Do you know Trojan? When I studied in England, one of my friends came to my window saying, Jonathan, you work so hard, you work every day. Then I said, yes, I work hard like a cow. My friend was so surprised. Cow? In my country, cow never work. 咱台湾人讲cow，我像伊牛一样啊，来cow no. You have to say you work hard like a Trojan. 啊，好，这个哦，木马屠城是安怎？中国的金融业进来，银行进来，保险公司进来。伊的资讯公司华为、中兴，华为甲中兴伫咱遮吼已经是 notorious， 偷摕美国的 know-how， 偷摕美国的国防的秘密啥货吼，拢传入中国。已经甲咱台湾政府申请不能改，透过国民党的高层，甲马英九游说，已经不能改，尽拢靠阮几个委员伫我伊甲讲，即华为、中兴入来吼，咱台湾的 know-how 吼。啥你要考虑，咱的国防技术上，伊拢会知，哦，伊的产品哦，哦，只要咱台湾了，用伊的系统资讯传对中国。你若接受伊的system service， 啊是你买伊 equipment， 你在用的时候，你在用的时候传输就到这里，哦，啊，毋是单只安尼尔，伊的银行入来吼，中国吼，伊即摆利润较高，伊的利较高吼，中国银行来吼。伊用深圳、上海的营收啊，伊个分行来咱台湾吼，伊就我做迄个国际金融法顶面有一个叫 cross subsidy，cross subsidy 就是用另外一个开的收益来补贴另外一个开的营业，中国较趁钱嘛，所以讲台湾只有了钱要紧嘛吼，好，安尼伊贷款咧互的时吼，你要贷款。利息互你低，你要存款，利息互你悬。保险单呢，我的保险单哦，这个 premium 低，但是你的 terms condition 足好，足侪台湾人哦，对这个南山人寿啊、南山人寿啊，包括中国这个保险公司啊啦，银行足侪就换过来啊，甚至欠一张票啊，你的钱拢伫中国银行系统吼。咱的中央银行，咱的财政部对于这个银行吼，有人毋敢甲安怎呢？伊若故意来放一间岛，咱这个银行吼有一个风险，叫做 systemic risk。systemic risk 就是银行甲保险公司呢，彼此之间借款、汇款、贷款，大家债权拢有合作过，一间岛呢吼，影响到规个银行体系。
咱美国伫1929年到1930年，几间银行叫咧9000间啊，即安尼，啊若安尼话啊，即台湾的银行啦，金融的风暴啊，新台币无人买咧。你若有即个国内银行的金融的危机啊，会变做国际银行危机，台币无人买的时阵啊，迄阵要怎？我啊找人借，找人借钱啊，无你的外汇你小气啊，外汇小气，你即摆就无人买嘛吼，啊，来共借钱，咱发现讲啊害啊，中国的叛徒，中国对世界甲咱封锁所有的国际组织，含即个金融的、交政治吼牵起来的，交政治含什么关系都无的，国际货币基金交政治啥关系？哦，国世界银行交政治啥关系？啊，国际第五财产组织这交政治啥关系？无人参加，只要无人参加，伊设计好。伊无人参加，咱要借钱，除了甲美国借。美国即摆家己就自顾不暇诶。美国即摆无钱人借咱台湾，讲互咱度过个危机呢。咱韩国1999年、1997年，伊是甲国际货币基金借钱，IMF 借钱嘛。咱无去对借嘛，无对借，去互中国借。中国借咧讲较简单嘛，我这边叫半杯，恁就 OK 啊嘛，但是一个拢借，看你要袂无。迄阵做者存款户啦、保护啥货啦。上街头接受1国2制，啊，东海湾这个讲的，惊个，就惊个。啊，我若直接反对，嘛去丢石头。会安尼呢？这毋是足，这是足敏感哦。所以讲台湾安尼落啊吼，伊这木马屠城啊，哦，这是足危险哦，啊，金融哦，足服务业，为人好，但是大部分人歹，啊有。即个我是一个学生嘞吼，法律系毕业了吼，啊要考律师吼，考袂掉，哦，啊考袂掉吼，讲去中国吼，啊要去买古董，倒来台湾卖诶，买古董买台湾，买中国买古董倒来台湾卖吼，啊去到江西啊的景德镇，江西景德镇吼，我看到一个做事人啊，摕一个龟仔盘。送掉了个，咧饲一只猫，我真係真講啊！送掉了个貓竟然咧飼一只貓啊！我就安怎来，就是我来买着啊！我一抓来中国才趁着钱，伊就去翻咱台湾的民法68条，叫做主物之处分及于宠物，就是讲哦，我甲你买车。啊，你个车顶面的附件，修理链啊，备胎，爱附合我嘛吼，这叫做主物之处分及宠物。伊头仔落来嘛，伊就甲这个农夫讲的吼，农夫，哇，你这只猫好可爱啊！我讲国语大家听好，我讲这个台语啊。哦，你这猫啊，足古锥啊，你也卖偌好无？啊，卖是可以啊，但是养很久有感情。啊，买是会使啊，但是持续有感情啊。叫阮同学吼，我这个学生吼，我摕5万块的机票吼，甲买一只猫。买了吼，甲伊讲吼，啊，根据阮台湾法律吼，这主物的处分的吼，啊，你这宠物啊，就是零件物件爱符合我。你只猫就卖我啦吼，你这个肥仔的盘的价，我会转来台湾，继续饲一只猫啦。安尼只猫较会水，因为你对伊有感情嘛，安尼合理嘛？合理吼，这个农夫甲讲，你去树仔较等，啊，我今年呢，干那靠这个肥仔盘啊，已经卖5只猫恁台湾人。咱做台湾人讲去中国投资去啊，要用趁人好赚的钱，无遐简单啦。讲伊入去去拼，就有知影，伊入去家己国家咧拼是足辛苦。莫讲是去中国这个无法治的国家啦，好，啊所以服务业对咱不利，
安尼呢，中国服务业过来控制咱的银行，控制咱的这个媒体，咱少年人过去中国，咱台湾人安尼人了，咱就把台湾的认同起来。所以讲已经触碰，这就是中国正咧行的路。和平统一台湾，这是胡锦涛、江泽民、吴景桃、江青云因拢定落来，要摕咱台湾。已经触碰，这个习近平，习近平的习近平的离福建17年半，离浙江5年，搁离上海。习近平的伊真知影因中国有啥物步数来吸咱台湾人才，吸台湾人技术，有咱台湾人以经济来逼咱台湾统一。习近平甲因中央建议安尼，本来李克强是老大，本来李克强是胡锦涛的亲妈，叫团派。习近平伊是太子党，伊是江泽民较安尼个，但是到尾突然间半路杀出车牙球，习近平取代李克强，啥物原因啊？因为习近平用这部这个以经济逼统的即嘛有效嘛？伫这10年来，习近平要做国家主席的这10年，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嘛。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呢，阁有一个人升官，王毅。习近平呢，伊讲我要以经济来逼台湾统一，互咱平均。我用文化用台论，文化用台就用文化来甲咱台湾养起安尼。所以伊呢，要有咱台湾甲中国文化相像、教育相像、法治相像、司法相像、经济相像、收入相像、科技相像，逐项拢相像了。以上逼近的时阵，大家拢毋晓得问伊咧相像，嘛是伊起来咱才讲的，所以会同意。王毅呢拢甲习近平建议的，安尼好，既然要文化了解，安尼我用轻的套、慢的套来套住台湾，所以甲咱签1个，叫咱签服务业的协议，投资保障协议、司法协议，拢总计签18个以上。这18个协议拢好，对台湾拢歹，但是莫叫甲咱讲作好，但是这18个协议呢伊就是甲咱套住，甲咱套住的时阵，将来佫继续请讲甲咱套住的时阵咱台湾发生啥物金融的风暴，是有啥物灾难的时阵呢中国以上逼近，逼了咱台湾过。所以讲伊这套对经济到政治，拢完全设局设好。进中国的18大的人事布局嘛布局好拢完全照这来。伊18大内底政治局7个人，内底呢一半捌经济，一半捌台湾，伊内底呢就是专门要来以商逼政，安尼落咱台湾无前途。所以讲，真诶咱就袂使配合国际赛落实。咱呢，毋是要甲中国做歹人，我就要去落实啦。但凡暂时莫讲，你互我去到日本、美国、东南亚、欧洲形成自由贸易区，你互我台湾人的语言会晓讲英文讲啊真好，讲日语讲啊真好。你互咱人类的科技运输，海运会当足速足紧，安尼我有你美国、有你日本，加有你中国差偌济时阵。我才来甲你落实1个，安尼咱就较无差，就是讲咱台湾的贸易呢，